帮东方人，帮贺家，江是我兄弟。 战争，你有枪，去杀那个将，去杀他！何家，你看，开枪啊！蒲公英，给我！不，现在问你还有用吗？有用！个屁！你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用？上一次我说了，我放过你，让你自己选择。现在你做出了选择。你们不敢杀我！我爸是安全总署的总长。你爸就是一个50多岁、行将就木的老头，跟你比起来。 我用不到第2拳就得一命呜呼。他并没有为别人多一双胳膊，多一条命。现在你还觉得你爸很了不起吗？你臭娘们儿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！你今天敢动我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你们这群东北的流民，等着当炮灰吧！你！阿强，这些怎么处置？来，借一下啊！喂，你。